大家好，欢迎收听亚说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老师，平安。平安。我昨天这个要读真早以前写的物件，差不多100万年前了吧？是迄个梅干木，梅间木，伊迄阵要回答真济台湾人要信教进前的问题，信教了嘛，足侪问题啦，是，但是又甲写落来了，对，是，这是用白话字写的。其实我第一届认真看白话字，所以足侪拢爱查。伊解说得救啦，顶头生啦，就是华语讲做重生啦，哈，什么是得救、重生、得救、顶头生。对啊，我感觉伊写得真好，白话字一开始读足不习惯的，但是你慢慢查，差不多看几篇了的看就紧了，愈来愈紧了，嘛无讲足紧的安尼。伊台语袂歹啊。对啊，伊台语袂歹。咱等下再来读。我先讲一项代志啊，因为我最近咧查，因为台湾人是迄个时代咱拄开始接触了嘛。像迄个梅干木，因生伫小吉兰，对，因为细汉的就习惯了，伊厝边啊、爸母啊，啥拢已经是基督教的。对，个拢丢了教会。对啊，小吉兰拢丢了教会。有一个美国真有名的人，或者约翰缪尔 （John Muir）。我说刚才捌听过，我唔知，就是那我这美国环保之父，像上面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啦，即款以前美国人无上面环境保护的观念，就是为伊开始，爱定下去住咧山内底，迄个罗斯福总统嘛，要甲伊做伙去露营，伊就要甲迄个总统讲，咱美国有遮尔好的所在，讲这世界有遮尔好的所在安尼。伊差不多是比梅干木更较早一个寡，是梅干木是1865年出生的，张缪是1838年，当时咧小吉兰出生的，无数是啥物事？无数以前读圣经敢爱背？哎咧，我迄阵爱背，当然毋是几本圣经啦，就是讲，像约翰福音书，我嘛要试讲对头甲背甲尾。是教会规定的吗？无，阵在拼要看会当摕上一本圣经册字无啊？背了的人就会当上一本册。对，教会有一个奖品的。有的是金句是一定要背嘛。教会金句拢，所以一寡像马太25章吼，主啊，什么事我看你。迄个无啥通穿我吼，你穿我，你巴肚要互你食吼，迄拢差不多伫主日学时就背啊。因这个时代是更较含的，是规定一定爱背。对，因迄是较严。你若无背，直接甲你拍。迄用术的哦。做迄个长老教会，伊个时代甚至更较早17、18世纪，长老教会足严的呢。系啊，迄礼拜吼，长老是耶稣啦，到后壁看你拄久会怎摔落去。对啊，就叫扒落，头壳含落来。伊个迄个回路就写这，安尼吼。伊就讲伊细汉时，伊11岁时阵啊，规本新约拢背起来。不简单。慢慢含1/3的古约嘛背出来。因为伊若背不出来，叫因老爸拍。即嘛你看感觉就。刚刚无需要安尼，但是以前有这个时代，所以我想梅干木应该嘛是有遐尔啊熟的对。但是因来到台湾无可能安尼要求嘛，迄个时阵对啊，你生落来足侪人毋捌接受迄个基督教，等于讲到一个完全无共款，一开始要基督教要入来的时代，有足侪咱遮的问题。对啦，可能对迄个你若迄出生的小吉兰。自细汉就了解啊，但咱遮就爱问，问甲你解说，袂使直接甲你扒落。讲你是无背着，你是代志怎代志在就歹讲过安尼，都袂使。所以我感觉伊认真甲写落来，有即个意义啦。就是讲伊是算讲真认真的宣告的。补充一项代志，就是讲咱捌讲过迄个蓝大病嘛，是，就中部。就是为这两个开始，咱那边是医生，医疗宣告，梅干木是世界报道，所以两个是足好同工啦，都两个配甲诚好势啊。这可能无书解释较清楚，就是讲梅干木有讲
那用圣经来比喻啊，伊算非利，咱台币的医生是罗家，罗家是医生，在咱捌讲过，非利的故事，圣经伫使徒行传记载讲，上早期选出来7个执事中间的一个啦。这个人有真好名声，互圣神充满，智慧也非常有。即使徒行传第6章第30记载。腓力伫初代的宣教有一个足要紧的地位，就是讲伫迄个司提反死向用石头砍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受迫害，信徒四散，信徒四散怎福音怎传出？本来因拢怎起头主礼拜拢要过有当伫圣殿遐礼拜嘛，怎遮受迫害是信徒四散，福音怎传到别世界去？腓力嘛是要去撒玛利亚，伫这个过程中间嘛是去拄到以索比亚一个太监嘛，圣经记讲，看到迄太监要读圣经，伊甲问讲，你所读你敢明白？这就是腓力，差不多圣经拢会用腓力做一个传道的代表啦，伊开一个传道的门啦，中台湾腓力开一个传道的门，咱台北开一个路加的门安尼。腓力敢若是讲。特别是对于迄个外邦人，对外邦人传道理，像拄啊讲以索比亚，是，就即嘛非洲遐嘛，有人拄来迄个犹太，伊看起来应该就是希腊，外国人信犹太教啦，有那是来这个圣殿伫来遐。结果要转去半路去拄到腓力啦。腓力甲解说。在初代教会足济基督徒拢是外国人信基督教迄款的人。但是因为习惯是爱去耶路撒冷迄个圣殿。对。较早圣经反正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啦。即款人差不多初代教会第一批的人。对来讲，较好接受。了解因发觉讲基督教内面无咧甲你分讲什么以色列人伊若甲外邦人伊抑佫会隔开，伫信仰诶内面拢当变做一体安尼。特别伫遐传讲耶稣就是你所期待弥赛亚，所以你看不如伫到外邦足侪所在先去会堂嘛。先遐有一个外国人信犹太教的立会堂礼拜伫遐伊就讲恁咧期待弥赛亚，就是我即摆咧传耶稣，保罗拢嘛安尼讲起对。为着讲这一寡犹太教诶人就挡袂牢，就甲保罗抢起来，过程就是安尼起来。所以安尼想起来，物件无确实有成非利的，为了因为伊嘛是四过去传。我讲主要是讲去过900外的庄稼呢。我这足济鹿港二水柳园溪湖清水台里丰原草屯园林赤水德山大都大城田中宝岛二林等等的教会拢差不多以色列的规个台中拢会使东台湾到中华拢差以色列的。我看主要讲你即嘛去台中柳园教会边有一栋老礼拜堂，即嘛较无咧用。敢若伊嘛是关注者伊诶设计是为英国传过来，算讲即嘛保留上好诶。我看相片嘛水水啊。台中人足侪人咧翕迄个婚纱礼服，足侪拢嘛去礼拜堂。另外这个是8年前为干无迄个设立诶安尼。你头仔咧讲奉献我这个资料1909年中华教会重建，工程费12000块，梅牧师奉献4500，兰医生奉献4000块，村呢加本地人出，所以两个人，因两个加到占3分之2。对这可能一间了，这个用中华教会做哩就好伊可能钱拢放在家吧。你怎会讲偌出名？伊坐火车日本时代分做3顶车，伊拢坐第3顶诶。伊一句名言就是讲，我坐3顶车坐2年我会当欠钱去一个礼拜堂。这是有坐车，我想伊应该定下拢人行诶。对了，因为拢以前人即个行诶。对另外迄个路加问迄。就是咱台北这边，你会使等于听41集，一集拢在讲因两代的人。
所以咱即马剩的时间就来读伊写的物件。伊这是敢对话啦，对，就是讲每个模式用信徒甲传教者对话，咧讲一个信仰的主题安尼。所以内底有两个人，一个是传道，传道你的情况是每个无，对。基督徒对信徒，就是会友安尼。对。好，咱来读第一个迄个主题，或者顶头先。顶头先的意思，英文讲 born again 啦，迄个华语翻做重生啦，台语翻做顶头先啦，就是这个人对这个对妈妈出来迄是生一摆，总是伫信仰内面更新个受造，这是个生一摆啦。好，所以我就顶头先，顶头先，好请传道顶头先什么意思？伊即晚刚来考迄个会友，讲你刚你来解说一摆，什么是顶头先？基督徒意思是改旧换新，革旧换新，毋是改旧换新，你是改，甲旧诶改掉人换做新诶呢啦。继续，传道，你安尼讲毋知是对毋对？照我所知，世俗人偌济有改旧换新。譬如来讲，爱买假鸦片。对，本来就会食鸦片的，无的确着靠耶稣才会记得。有时人家己坚信也会记得，有时我靠什么笔来记也会记得，我那会记得就对啦。就是讲，你本来就食鸦片，你无一定需要靠耶稣。你家己较坚持，嘛可能会改成功。对，所以改旧换新毋是绝对的答案就对啦。所以意思讲，毋是讲你以前歹做的，但是顶头先就对了。有较深的意思，继续。某所在有10外人本正伫食鸦片，但10个去互即先不改，即2个有个去食领定，其余的经年外。拢毋捌食，因既然有改旧换新，所以通算因是顶头先的人，通毋通？对，你毋管有啥方法，就这人有法度歹食。即马每家摸就是问这基督徒安尼有的算讲是顶头先啊吗？基督徒即个会友的回答讲：毋通，派着拢总气煞，又个着礼拜。敬拜上帝，才会通得到顶头先。所以伊就发现讲，毋是干那讲卖食鸦片的算啊。你个我人派拢爱放散，而且个爱去敬拜上帝。传道爱个问一句，譬如来讲，某人平素拜佛、行歹、骗、赌、淫，拢爱，但现时来拜上帝。毋捌一礼拜无来，逐日看圣经祈祷，鸦片也无食，饺也无剥，歹囝也毋捌做，即近来拢毋敢歹喙。迄号的人稳当有得到顶头先啊无？所以问甲无去继续去问，伊一步一步深入甲问啦。我即嘛歹势是拢无做啊。什么饺啊无爱剥，嘛礼拜拢逐礼拜拢有去，安尼有够加讲是已经顶头先啊吗？基督徒拍算稳当有，人若无顶头先，要太会改换遐个歹。这会友感觉讲，安尼够够啊吧？想起来，若是我嘛感觉已经有够，因为无做啥歹代志啊嘛，对不对？但是敢若是无够，继续。传道，我想无的确，遐会俗伫外皮那定。耶稣讲，恁会好，若无较赢读册人、法利赛人会好，恁拢袂得通入天国。受气兄弟的会堪得受审判，看见女色来行的，心内已经甲伊行奸淫，也迄号人有缘会互上帝迄落地狱。拄啊讲的，才敢是外皮尔，
对，伊个意思是安尼。嘿，比如讲你讲你虽然拢无去行奸淫的代志，无讲凊彩来，但你心内一直拢有迄个念头，这别人看袂出来，但是嘛是无好的代志。对了，就是每要即马要甲塞一个更加悬的斩处的对，继续。个迄个少年人走来找耶稣，虽然伊讲10条戒拢有守，伊犹久毋敢拍算伊有得救。保罗未得救的大生，已经有脱离遐个外皮的毋对，遵守律法遐个无通嫌，所以咱就毋通讲顶头生是解雇换新，安尼意思拢未明。顶头生的人毋若显明新的品行，也有得到新的心。我想伊这段是要讲，就是你爱你的内心嘛是拢改过。对。伊重点是尾迄句讲，伊有换一个新的心啦。像拄仔讲修10条戒，你知影讲这10条袂使做，啊，你拢无去做，上个是你的心已经根本无想要做。毋是讲你因为惊去用处罚，所以才无做。对，就是讲10条戒爱做啦，结果你要做是勉强去做，无迄个心想要去做，安尼有那毋对啦。对，继续。但即马要紧爱问，新的心甲旧的心有啥物各样？就讲新的心甲旧的心有啥无共款的所在？基督徒人袂顶头生较敢做歹。顶头生的心较惊上帝，歹较毋敢犯着。所以因为讲，你若心换过来，你就自然就较袂去做歹的对。但是敢若每个摸个无啥满意，个继续迄个问落。传道行了安尼讲，还袂拄好着。我想，若爱分别袂顶头生的心，就是旧的心。咱通讲，迄号的人较惊上帝，歹较毋敢做。来礼拜，伊自然较毋敢歹喙，较毋敢跋筊，惊互兄弟嫌，互当日的人责备，惊白日会互上帝刑罚。毋过，无的确伊有得到新的心。行了是简单用旧心来服侍上帝。旧心什么款式？是奴才查某囝的心。所以即马解说就是讲，你若心无改过来，你会感觉你敢若是奴才，就是讲你互人管的感觉。所以你遮个代志拢毋敢做，因为你惊去互啥物技术骂啊啥，去互别兄弟讲你的歹话啊。但是这旧的心就那奴才，查某囝就是人甲你叫你才要做啦。你若是囝的心，迄就足自然，你会爱安尼做啦。伊即摆要分开这两种身份啦。囝就是囝去用处罚的，这个是真自然的安尼。真自然，他继续伊就讲，查某囝到遐糜烂做工，透早起来暗暗困，这是什么因端？是惊会互头家娘拍，若是犯互上帝的心引出的人，就是做上帝的囝儿，毋是承受奴才的心，地教搁再惊吓，反倒有承受囝的心，互咱求叫讲阿爸爸啊。当顶头生的心是囝查某囝的心。但爱问一句，有效的囝出力做工，是因为什么缘故？所以这就讲差别是讲，你变成是上帝的囝了对啊，你上帝的奴才。上帝囝的意思是讲，你毋是惊去用处罚，你是因为有效，所以你会做好安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一个做工是惊去用一个做工是因为伊足自然的安尼做啦，伊是安尼去分啦。但是这会友，伊即嘛无啥了解，伊是感觉讲，就算伊上帝囝，伊嘛是惊去用处罚。他会乖乖做代志的对。传道迄毋是安尼，无名、刺网、
敢有惊伊的爸母？伊这是吴炳，这是24孝迄个，就是叫希望互因爸莫叫放假迄个。伊即马要用，就是以前台湾人较了解迄个有效的观念来解说，就讲伊毋是惊去用拍，伊是有效。对，自然会安尼啦吼。吴炳期望，敢是惊伊的爸母？毋是惊，是疼。老财是惊头家，若是后生疼老爸。所以差别就是惊甲疼。讲啊，这重点就是安尼。但是我感觉伊这以前人可能较有后来较了解啦。我即马台湾话较知影讲有遮济赞助，可能有当时啊，变成讲你逐礼拜拢爱去礼拜，你感觉讲是一个责任嘛啥？毋是家己想要去，安尼就无算是顶头先。对。后生的意思甲伊的老爸的意思相像，老爸所爱伊也爱，老爸所怨恨伊也怨恨。新的心也是甲上帝的心相亲像，咱若得到就毋敢做歹，也是毋爱做，毋惊上帝又搁听伊。新的心爱好，怨恨歹，旧心有时爱歹。也欢喜做，有时爱歹，抑搁毋敢做。旧心毋若一样，有时特定好会歹，真爱做，也真敢做。差不多拢无欠一项会毋对，毋捌做。对，伊即马讲一摆，就是讲你若有新的心，你所爱做的，甲上帝爱做是共款的。所以这就甲进前你可能是惊去用作弊啊，去用拍是完全不共款的。但是伊即马要讲一个例啊，继续。毋过无一定，世俗人有时爱害死人，抑搁毋敢，是惊严君、惊官府、惊失脸面。所以这样讲，有当时啊，你其实只想要杀人，但是你毋敢杀人，因为你惊严君，就是阎罗王，以前叫做严君。啊，你惊官府，就是惊去用来去关。啊，个惊失脸面，就是惊失面。失体面啦，所以你有这个理由袂去做歹，但是这拢毋是顶头先的。随时毋敢害死人。伊心内要顾的怨恨伊的对敌，但迄号的人若得到新的心，迄个怨恨会化作疼痛。个世俗人有时贪心，要顾拢毋捌想要偷摕人的物，伊较体面，自然毋敢做贼。但迄号的人若顶头生。伊就会较毋敢贪心，伊较无爱借钱，伊家己知足，也爱分互别人。有个古白的例对啊。比如讲你即嘛毋是干那讲你袂去杀人尔，你是会疼别人。你即毋是讲袂去偷摕钱尔。是你会较爱甲人分享。对，去帮助别人。这是新的心甲旧的心非常大的无共。对。大略来讲，人若得到新的心，怨恨变做疼痛，歹性地变做好性地，贪心化作廉洁，小气变做大量，贫惰化作急价，趁私欲成做压制私欲。所以这比较，比如讲，本来是小气，以前有这小气的，即嘛要安讲大量，当生变做大量，这有诶是以前的讲法啦。还什么贫惰，本来贫惰变做急价，对，讲较前面啦，较怕拼啦，较骨力，所以这有以前的讲法，跟就无共款。所以即嘛，这个会友敢若较了解啊。基督徒，我毋捌怨恨人。毋知是凭据我有得到顶头生啊无？这个会友就问这个问题，伊讲伊可能本来就是好人，伊感觉伊毋捌去讲怨恨啥，是毋是
伊就是顶头生的意思。传道迄个也无的确，伊个拍钱。有诶本性是安尼，较无爱甲人计较，多命，较毋捌扣现。你现实诶心，若有甲平素诶对反，安尼较有凭据。不过，着斟酌，着毋通像世俗人，逐个拢是贪心，逐个拢是怨恨、怨妒，逐个放歹诶念头，无清气象诶事伫心内。有诶较无要紧钱财，是较爱名声；有诶较毋歹性地，反倒是真无打紧。要骨贫惰，爱激人受气，个人怨。伊即段是咧讲有诶是本性诶代志。对啦，伊本性毋是顶头生，互伊变安尼啦。对，有诶人本来就较袂爱计较。甲人计较啦。你若讲伊本来是最爱计较诶，变成无爱计较诶，这是较明显是讲有改变。但有诶人本来就无啥爱计较诶。啊，这嘛是会使去关节删除吧。只是讲对啦，无遐明显啦。对啦。有诶本就故意真朴实。虽然伊趁世俗，伊算是真熬做人。来礼拜下了后，有原是安尼。要久无的确，伊有得到顶头生。当咱已经有讲新的心的款式，就是甲上帝的心相亲像。上帝所爱，伊也爱；上帝所厌憎，伊也厌憎。即使伊若会通得到一世人，拢毋免犯罪，拢毋免做什么毋对，拢毋免想什么毋对。顶头生诶人，掠即个做真大福气。袂顶头生诶颠倒想讲，对耶稣是好，不过但先补充一下啊。所以伊讲，就算讲你看也无啥物改变。有一个是一定会改变的，提讲你是毋是军队上帝吧？你若有影是顶头生，有一个新的心，你得甲上帝较亲近，差不多这个意思。好继续。袂顶头生诶颠倒想讲，对耶稣是好，不过毋爱热心过头，歹毋爱拢总放，还是爱要讲搁较明。咱通讲顶头生诶人。听上帝较过头，伫逐项物较过头，伫亲人朋友较过头，伫伊本身。照耶稣诶话讲，人若就近我，也无怨恨家己诶老爸老母、家后、囝儿、兄弟、姊妹，甲家己诶性命，就袂为做我诶学生。路加14章26节。这本书开始讲，本来耶稣讲这段意思是啥？耶稣伊即讲即个意思，就是基督徒要追求真理有当时超越的亲属关系啦。对，爱热心过头的对啦，对。有当时恁爸妈若参加希特勒的时你若追求真理的时，你有那爱超越过伊啦。对，不是看下讲。用世俗的这个友好啊，是讲世俗的，已经超越啦。你若迄阵去参加地下工作的时阵，你就甲恁老爸都变做对敌啊，做了白啊。所以伊讲话则来讲，得亲近上帝嘛。那照耶稣讲的是，有当时在世俗的物件是更后壁的。有种标准是超越过所谓伦理的标准。对，上帝国啊，是讲公平啊、正义啊，爱帮助善良人。恁爸拄贪官的时你毋着拢毋免甲恁爸拼。所以物件无人家嘛，已经讲了就明了对啊。差不多要结束啊，这段来。新的心掠耶稣做的第一，其有凊彩项放较无要紧。袂顶头生的人爱想讲，我若顺上帝。我着逐项老实，毋过我诶头路伤老实，就袂趁钱。
亲像我做牛贩，我卖茶，有时着骗人，才会行得。我伫卖豆干，也人来问，这个是假面的，毋是。我若应是，伊就毋甜，所以不得已就骗你。你这个鼓励话真趣味。伊就讲，因为伊要趁钱嘛，有当时就爱讲白贼。顶头先的人好继续。顶头先的人讲，虽然互我拢无通趁钱，虽然互我饿到死，我犹原着顺上帝。所以就讲，虽然无法度趁钱，但是嘛袂使讲白贼的对。旧的心讲，我毋敢老实讲，惊会得罪某人；新的心讲，得罪上帝较吃力。所以就是拄我讲的世俗的标准，会使放一边就对啊。是旧的心讲，礼拜日着专守，才会尽本分。有时拄着无用。要补残，是要挂丢啊！所以上帝就请放一边。顶头先的人讲，第一就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袂顶头先的讲，我甲某人不就无好啦吼。要故我毋愿下面，我若对伊认错，是真见笑。我有犯着教会的规矩，有犯着第7戒，有贪心人的钱。若是我毋敢认毋对，惊了互我无体面。新的心讲，钱财头路、体面、亲人、朋友，本身拢较无要紧，只有要紧着荣光耶稣。伊当家嘛是佮讲一摆，就讲你爱热心过头就对，就是讲你爱超越你家己。伊讲像礼拜这样代志，你可能爱毋能爱去尔，你个爱下面别个人，就算讲你个人无好，是啊，你本来就是一个你爱做的代志。袂使讲有当时要挂掉了，找这个理由诶，就歹去做，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当要紧着家己问讲。我有得到新的心无？我这碟的心有甲前的心对反无？毋是讲顶头先好，袂顶头先也会做得。其实人来礼拜也无顶头先是无采工，人入教会也无顶头先是简单一个名拿定。所以今日刚才在批评即个人去教会，是啊，是敢若外培尔，就是乖乖坐伫遐，但是为内底啊，到外口拢无啥物改变。人若毋是顶头先，袂看见上帝的国。基督徒，你的意思敢是安尼？咱着换新的心，才会通得到顶头先。传道安尼是颠倒讲，毋是讲着换新。才会通得到顶头先。我讲顶头先的意思是，圣神搁再生咱的心，互咱得到新的心，新的性。是通讲顶头先是圣神感化咱的心，递到咱的心变做新的。实在咱拢无法得。通换新的心，要改品行已经到也为难。要太会换得新的心，就对上帝讨，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恁这个是歹人，要久会晓得将好米互恁的囝，何况天父。兼毋将圣神赏赐求伊的人。伊这上尾是路加11章第9节到13节。这嘛解说就好啊。这就是讲人若求上帝会予伊啦。像这种的物件，总是这毋是讲乱求啦。
人若要求即款的讲有新的心啦，吼，啊，伫上帝帮助下面有一个改古换新的一个品行，上帝一定会互伊啦，啊。就是讲，你若有心要改，你得互你有一个新的心，对了。好，这差不多是第一段。伊这其实规本啦，咱就经来讲就好啊。还是讲得着救，好，得救。拄仔讲顶头先生讲得救，好。讲了这啊，每个某有当时啊，去一个装下讲，我的囝放弃啊，是讲上帝囝放弃啊。对，每个某是足强调街头报道啦，吼，甚至伊小可有一点仔怀疑讲。是安怎都遐重视医疗团队啦，啊，伊伫街头报道的时吼，当然伊会强调一寡基本的基督教的概念啦，吼，比如讲得救啦，吼，顶头先啦，等等这，所以我想这是伊平常时拢不时咧讲的物件啦。我想伊特别爱讲这样代志，是因为就拄仔讲的，就这样可能破病去看医生好啊，来讲伊本来有食鸦片，尾也无食。伊会讲，我著诚做一个好诶基督徒啊。但是拄来讲，这就讲，其实佫差足远诶。是对。而且定定你家己内心也未换掉啦。而且你想要换嘛换袂掉。你爱靠上帝，还是讲靠信心到法度？对啊。有人一直毋知影讲这有一个真大迄个坎杂爱搬过。毋若是讲你无做反正是你爱听别人。这个真困难的，讲实在。对，所以伊都会认真来甲这个讲个清楚。但伊另外一个主题是得救。你讲就算讲你拢无做歹代志啊，什么叫做得救？因为我记得咱捌讲过的，伊拢会甲你讲你是罪人啊，罪人啊，你爱我靠上帝到法度，变成一个清白的人。啊，什么叫做得救？就咱无受过迄个基督国家的这个环境啊，想的无啥共款。咱来读吧，得救。主题是得救啦，哈啊，每某书写得着救哈。传道，咱着做什么才会通得着救？基督徒着做好。传道，咱做会好未？基督徒未。传道，若是安尼，着怎样做？基督徒也着来礼拜，也着祈祷，也着趁耶稣的教示，着对主对头到尾，才会得着救。所以会友已经有进步啊，对不对？因为是讲，我来做好代志，就会得着救啊。因为这是非常迄个因果论，还是讲非常迄个功德论。就讲你讲做什么好事，就有积着功德，啊，就会得着救。毋是安尼，因为伊就知影讲，你个爱礼拜，爱军队耶稣的教示，好来。传道行了，咱要对耶稣对袂着，行要趁伊的教示，趁袂照到。就讲你一定感觉你感觉做不够好，咱慢慢讲过迄个登山宝训嘛，迄难度其实足悬的，对啊。基督徒也着信主。无要太会行好，传道安尼，你的意思是咱着信主来行好，也安尼得着救。你的意思是安尼是毋是？基督徒是，传道也到第时得着救。所以每样无讲伊讲会对还是毋对？对啦。但是伊就问伊讲，你安尼要做到当时，才会有迄个得着救的感觉，还是讲？但是真正得着救。基督徒到临终的日期到末日，所以伊的想法内底啊，这回忆想法就是讲爱到做甲死一工，对，做甲死一工，做到世界的落尾就对啦。到末日啦。其实讲实在，我读到这，我嘛毋知什么是答案呢。我说你敢本来知答案是啥？伊即答的答案吼。我小可有甲问干无有说了无共，但是伊只基本上伊咧强调，我赞成啦。咱较了，我再补充我个人的意见啦。好，继续。因为这拄开始啊，你就知影讲问干无对这答案无啥满意的对。继续。
传道毋是到末日得到救，是现时得救。保罗马上就得到救。保罗讲，你看这碟是及时的时，你看这碟是得救的日。哥林多后书6章2節，攏毋免聽候到的時。保羅伊就是用保羅講過，即嘛都已經得到救。現今就是得救的時啦。基督徒信就得到。這就跟他講因信稱義的意思。對。傳道講，但若是安尼，我愛問一句：來禮拜的人，攏是信主的人，暗是？基督徒是，若無因要太會遮甘願來，傳道也來禮拜的人，攏有得到救啊無？基督徒有誒有，有誒無？就是所以伊這嘛問了真好，即嘛即個回憶就知影講，有誒是敢若外皮爾，毋是講來就會得到救，會遮爾簡單，這就是麻煩所在，因為。聽也是敢若念着得到救啊，但是佫毋是講去禮拜就得到救。好，來繼續。傳道毋過咱拄仔講信主就得到，基督徒有誒較深信，有誒較淺信，所以就講信佫有贊助的地方。有誒是有影信，有誒是敢若信一寡寡。傳道敢毋是安尼分別？聖經講。逐人信到伊，毋免滅無，反正有永遠活。閣講，恁若有親像芥菜籽的大，恁就無所毋會。這邊無所謂解釋哦，這個是佇福音書內面講，恁的信心啦，親像一粒芥菜種啦，吼，即馬個芥菜種會嘛有食，芥菜籽啊大，要叫山。對這個邊刷到迄邊吼，有哪會當？意思是信心的開來非常大啦。所以有一個芥菜總會嘛。安尼我知影意思啊，但是你也有親信就對啊。對。保羅對國家的人講：，就信我主耶穌基督，你就得到救。使徒行傳16章31節。聖經攏無講淺信就無得到，也無講。深信就得到，簡單講信。我感覺要講無分啥物淺信嘅，簡一個信字啦。對，基督徒毋過有誒信也無行，傳道安尼着信也着行，才會通得到。但着行偌濟好，才會通互上帝接納。我感覺這邊足嚴格，伊真嚴，梅牧師是足嚴誒人。因為伊即嘛已經驚即個人想講有親信甲無信誒差別，因為這度有一寡公道誒感覺。對，剛才講你有講較濟，講較少，會較正來，較無正來。即個會友開始有一寡無啥確定啊，伊就講毋若信仰個會行，比如講愛下面別人啊啥，但是。我講我個對問講，安尼啲嘅意思就是講愛信甲會行，但是聽起來我講我感覺個無啥滿意的。基督徒今仔日信連邊得到救，傳道單照安尼看，咱留啊家己矛盾，咱頭拄啊講信主就得到救，也拜上帝嘅人攏有信主。要顧拜上帝的人，無的確攏有得到救。敢着查看即句，信主什麼意思？本文罕得講信哪定，是講三句。頭一句是講信入耶穌，還是信靠耶穌？第二句講信我耶穌，信靠耶穌。第三句講信佇耶穌，還是信點佇耶穌？這真明顯是英文的迄個介系詞啦。嘿對，這有影真困難對不對？就是有信入的，還有信靠的，信我的。反正有這個講法就是啊。
最后是规个甲耶稣相做伙来信点伫耶稣啦。来，要解说头一句，信入耶稣是譬如那亲像在落雨的时，痴迷人行路，身躯压到淡落落。听人讲，伫遮有一间厝，你着走入来闪予。起头伊毋信讲，伫遮要太有所在通秘。后来听别人讲有影，伊就信有影，还佫踮伫外面伫徛。迄号的信是空空，伊简单信有一间厝，还未信入厝。所以伊这句咧，我感觉真好咧。你讲有一个车尾人，落雨啊，伊在压雨，啊，有人讲边有一间厝会使入去，一开始伊无相信，所以就无信嘛。啊，就有人讲有爱相信啊，伊嘛无信入去，因为伊无行入去。对，然后在门口口尔，伊相信有一间厝，但是伊无入去秘，安尼嘛无互这信入去。对了，所以你也行入去才会使，这有在信入耶稣，这真亲嘞。咱拜上帝也是安尼，要讲大家拢是信主的兄弟，也是会讲得，也是袂讲得。大家信有影有一个上帝，有影有一个救主落来世间，有影有一个地狱，有影有一个天堂。若是有诶已经信入耶稣，有诶还未信入耶稣，有诶较毋捌看入家己，较毋捌想讲，我本身真危险，我是真歹人，也拢无通救家己，但我着及时互伊救，伊袂，我也袂，安尼算是定着，我属伫伊，伊属伫我。当然用迄个基督教来讲，就有人相信这些代志啊。但是伊嘛无改变啥物件。安尼信嘛无啥意义。信入耶稣，还是信教耶稣？通讲耶稣那准一个真悬的医生，伊的药真有用效，见医见好。伊若甲人太刮就是手术，伊若甲人太刮稳当会好。也四围的百姓拢总信有影，无半个犹豫，总是有诶互伊创，有诶毋捌互伊打点，这是什么款式？就算讲即摆耶稣是一个真好的医生，你嘛知影有这遮好的医生啊。伊诶药嘛有诶人毋敢食。相信伊是好医生，甲你有我可以是无共款的代志。有诶要食药，有诶毋食药啦。团队甲问讲，这差别伫对安尼。基督徒是因无钱，所以伊讲，伊个想讲耶稣爱钱，所以伊无钱，所以就毋敢去互看。伊知影这医生真有效，伊嘛毋敢去互看。团队嘿毋免钱啦。伊讲耶稣其实是毋免钱的，嘛是有人毋敢去哦。是为虾米呢？基督徒敢是嫌远路，对，伤远啊，毋敢去。团队也无的确，有诶来找伊坐，有原是毋捌食伊诶道，食伊药啦。食伊诶药是咧。有已经行去面头前去啊，伊嘛开药互你啊，有诶人嘛毋敢食。基督徒是因为无破病，是毋是？团队是，还是破病也毋知破病。对，有人这个咱拄仔讲诶，有人感觉家己无做。嘿啦，对啦，伊咧讲这对啦。就是讲，虽然有药啊开互你食，你嘛感觉讲我就人好好啊，先来食。信主诶人嘛是安尼，有诶拢毋知做，喙讲做当，其实是靠别人诶话来讲哪定。要问伊，你有啥物做？啥物是做？伊袂晓应。
心内实在暗钱在想，我都毋捌害死人，毋捌做什么过头的事，我要太有什么罪？伊来礼拜是那亲像找耶稣坐那定，毋捌信教耶稣，毋捌用诚实的心来找救主，讲我罪极重，未得提示，照天律法，永远着死，再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我来救你。所以即嘛讲一个真有道理的代志，就是讲咱无迄个欧洲人本来就即个基督教传统，嘿，即个传统，所以真侪人感觉讲，你入来教会讲，我的承认我有罪，也感觉就奇怪，因为我都无杀人啊，像在讲，啊，你就感觉讲来遮是一个好所在尔，所以你就无法度信教耶稣，用信教耶稣，这事咱真无咧用，啊！伊头头用一首迄诗的歌词啦，我罪极重，我罪极重，未得提示啊！这用这个歌词真好。哦，所以这是姓诗的，对，这姓诗。哦，我这个不是听得在。来，基督徒有诶嫌医生的药苦，毋敢食，传到对，啊是毋敢互伊太刮，惊了真疼。医生讲，这支骹。我着甲你顾去，若无，嘿，骹会哪烂？毋过伊毋爱剩一骹，但爱问拜上帝的人，甲迄号的病人有啥物相亲像？有当时你若是讲毋肯承认家己有罪，还是讲有破病，是有当时你伊互你的迄个药啊，你嘛毋敢食，就是讲迄。是对好，但是讲你相信讲基督是救主，你嘛不一定敢照圣经去做。基督徒有诶毋愿去杀歹，传到搁一顶好诶病人，虽然来踮伫医生馆，要顾带家己诶药来按钱食，拜上帝诶人犹原有即号毛病。名是信主，要顾伊心内暗钱在想，着稳稳啊改，望白日会得救。对啊，所以即嘛讲了，想要即个人无都马上得救。就是因为伊无接受伊的改变。偷偷食家己药啊，还讲伊讲话慢慢改就好啊。那个耶稣面前，抑个早家己的传统的改远就对了。还是讲一方面？你相信该基督，另外一方面你嘛是走去问神啊，对啦，对，别项药啊，你也查来安尼啦。对，就是你毋肯相，你感觉表面讲有信，但是你的行为拢无信。所以拜上帝的人，无的确拢有信教耶稣。人若信教耶稣，稳当得到救。咱若学即个判病人的款式。将本身交互医生，出在伊买份药互伊偏，买份药就是麻醉的意思。出在伊苦药互伊食。咱若亲像安尼，将本身交代耶稣，咱就的确得到救。伊就完全交托啦。这讲拢了解，但是要做较简单。当我想到个问，信靠耶稣，信入耶稣，信教耶稣有够业，还是信了就行，才会通得到救。基督徒也着信，也着行，也着坚固对头到尾，就会通得到救。传道迄个痴迷人爱闪护。伊若信入厝教业，还是信了就行。基督徒嘿，毋免行，伊入来就好。伊即样用个等于讲迄个落雨这样代志，落雨这样代志。就是讲伊信了，伊嘛爱行入去。啊，继续。传道还是判病人信到医生，叫医生甲伊创，安尼有教业嘛？敢着信。
也信了，就甲医生到出力来抬挂，伊的病就会好。所以即嘛是咧问伊，咱听起来敢若真合理，对毋对？就讲你定信啊，迄一间厝你密好，啊，你定信这医生啊，伊甲你开刀，你就开刀。安尼有够啊吗？基督徒信靠医生就好，传道信靠耶稣也是安尼。人毋免用咱的好来补，大生得到救，惊好。属伫后来，人若脚痛，你叫伊行，伊袂会行，就稳稳啊枪拿定，若打叠好，伊拢毋免叫伊行，伊家己自然会行。人袂得救，你劝伊行好，有甚物路用？伊全然袂会，伊已经得救，就毋免劝伊。会做得救的人自然行好，要久就毋通讲伊若大成行好，伊就较会得到救。伊得到，拢对耶稣替伊行好，毋免伊家己的好来补。你若欠人的债，也好心人甲你行孝，安尼敢无够业？减着用你的钱来补，所以我感觉伊踮遮讲一样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你可能看医生啊，还有钱，还是讲你去人个厝，人无一定甲你收啥物门票啥，但是耶稣是毋免的，完全拢毋免。你已经是一个病人啊，你拿好，你个落雨叫还甲当哥哥啊，你嘛毋免做啥物代志，但哪像你欠小。耶稣直接甲你相亲啦。啊，你上久若打你，就会使出去行好啊。啊，你身体若医好啊，你嘛会使行好啊。这真自然代志。你目睭若小看米来送你的恩人，这不过是显明感恩的心那定，拢无干涉伫行孝的事。咱行好也是拿亲像小块米送耶稣，表明咱这点感恩的心。因为你有受到这个稳定，啊，你会欢喜行好，你会欢喜行好，这是真自然的代志。所以行好毋是功德啊，嘛毋是敢若拍一个合约，讲你人甲你医好啊，你爱。尾啊！你爱倒来管偌济钱，拢是家己欢喜的。好啊，咱读了。头拄仔咧讲，我补充一个罗马书第8章啦。保罗有伫一个所在吼，有强调讲，得救是现出时的事啦吼。嘛是一个将来咱永远期待的事啦，就是 already 的时阵。但是也还未 not yet， 还未完全是。有一天咱到上帝遐要完全的得救伫迄时阵。所以保罗伊有两方面讲法，说现处时的得救，就头伊特别强调现处时嘛。嘛是有一个未来完全的得赎，保罗嘛是用得救去称呼。所以这是伫保罗神学中间一个足特别的所在。所以我是甘想要补充这个啦。保罗可能是讲过一个较远的目标吧。对啦，伊这是一个足传统的讲法啦。这个讲法，我毋是讲毋对啦，我是要讲迄个将来吼，到一个完全的得到救吼，迄个嘛是得救啦。罗马书有用得救这个观念来讲，得救是过去的一个用过去现在甲未来，伊用安尼。我是听人讲一款讲法啦，就是讲。你现主是来得救，但是佫有这人无听到福音的。所以你佫有一个赞助是，就是上帝国这个赞助，讲你去传福音，佫较侪人得救，迄嘛是一个未来的对啊。对，有一日会到迄个程度，是所有的人拢得救。对，我譬如安尼讲啊吼，所以咱对已经对神称作义，这是
这是过去哈，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第20节也我可以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大的恩典，这是现在。佮望上帝永光来欢欢喜喜。第三个是未来式，这句足侪人强调啊。我想应该无要讲诶。伊毋是咧强调这个物件啦。伊要强调是讲，人有一句话叫做因信称义嘛。刚刚你信的会使得到救啊。但是这边特别要讲的讲，你就算讲知迄有一间厝踮遐，我入去庇护，你嘛是甲当哥哥。对了。但是你信了，你日子嘛是该过嘛。对。你到你想要过生日一日，够真长的时间，这你用是一直在得救的状况嘛。对了。但是你有当时拄着歹代志的时阵，你嘛要相信讲你是得救，因为有当时会感觉去用气杀去啊。迄可能是我要讲的嘛。一直你的这一个现在未来拢是一直得救，拢连续。但是你爱即嘛先爱入去庇护啦，迄当然是。这医生开互你的药啊，你即嘛爱很食，你莫偷摕别个来食。那草药啊，学袂补啊，学袂吞。对，我嘛无要收你的钱，但是你会家己的做好。好啊，上尾要讲一样代志啊。就咱一开始讲迄个焦缪尔嘛，约翰缪尔，因为伊的圣经都不要这些个嘛，尾啊是安怎伊开这个时间去保护迄个国家公园啊啥，伊就一直刚刚讲上帝是创造这一切，所以你本来就要保护这物件，你嘛是这创造的一部分就对了。较趣味是讲，也讲虽然传道书，咱莫讲个传道书嘛，讲一切拢是空虚的，但是讲你即嘛，你若有一工你行入去大自然，就算我是一工尔，你会发现讲。这世界拢毋是空虚的，因为这世界实在是真水啊，充满迄个疼痛啊，啥是非常值得你甲保存，嘛，非常值得你去享受，好好过每一日安尼。好上尾金句嘛，牧师。今日金句咱来看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9节，我是门，通过我这个门入来会安全。通出入入，阁会找到草场。我阁读一摆，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9节。我是门，通过我这个门入来，会安全。通出入入，阁会找到草场。